伫咧台南北区一间补习班爆出不当照顾的事件，这是有家长初时将一岁查某囝送去补习班互照顾，回来所发现到囡仔喙皮出现一撮真明显的乌青，业者说讲这是囡仔咧困的时阵无细致地着才有这个好，爱家长唔通去验伤。也若社会局等等的单位去调查，发现到这间补习班长期以来拢违法咧提供讲顾婴仔服务，托育人员嘛拢无登记，即马特别来甲因开发。查某囡仔要好，倒边的喙皮是乌青规片，互人看到是真唔甘。台南一个家长初时早起，因为要做工课，甲一岁查某囝送去北区一间补习班临时请因过。补习到下晡去接的时阵，查某囝的喙皮所有刺伤和乌青。就说脸上红红的，是他有带口水巾，然后趴睡在地面压到造成的，不能就外面而已，里头的监视器是喝剩的呀。他是用打电话跟我讲说，你不要去验站，你验站我们就完蛋了。家长带查某囝去验伤了后，随着通报社会局。家长讲，补习班无对外公布有顾囡仔的服务，拢是靠厝边互相讲。因囝因查某囝真侪摆临时请因过。大儿子以前他小时候1岁多的时候也是送去那边照顾，然后他有说过，他说那个保姆会打人，会打小孩。社会局接到通报，采纳和教育局联合去现场来稽查，发现这个补习班单单入按照登记的英语补习班，疑似违法的提供顾囡仔服务，托育人员嘛拢无登记。现场查获2名未登记托育人员负责照顾幼童，社会局将依儿少权法第90条裁处6000元至3万元以下的罚款。本分局立即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，并采结相关基证，积极侦办。全案厘清后，将依伤害罪嫌及违反儿少福权法送办。业者到10日下晡拢还未回应，但是补习班涉及规法收托，教育局是罚因停止招生3个月。另外不当照顾的部分，若是查证了后发现是事实，社会局嘛会另外照2校罚款团，对行为人罚6万到6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